还阁不甘离开乌房。到底啥人会变动？原来阵阵风。坐伫隔壁的小芳，伊嘛困觉，不知人。辛苦的珠宝，强强要派袂叮当。大大细细的考试，是学生囡仔的噩梦。上惊爸爸收到成绩单，阮的皮就地好安。情的小说，看遐济嘛加减捌，总有一日。